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的士新聞資訊。我係希利。立法會喺今年10月通過規管網約車服務嘅修訂條例草案，首批持牌平台預計將會喺2026年第4季開始營運。不過網約車發牌數量未有定論，政府已經表明設上限，預計出年上半年以附屬法例處理。Uber 行政總裁 Dara Khosrowshahi 於12月訪港出席公開活動。Dara 表示支持政府立法規管，讚揚特區政府踏出咗決定性一步。佢喺活動上形容香港政府嘅規管方針係非常精密嘅監管框架 ，very sophisticated regulatory framework， 同埋執行上嘅方法非常數據主導且具備高度能力。各方商討嘅過程複雜，但係令人鼓舞。佢表示，網約車喺過去10年已經成為香港人日常出行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僅係過去1年已經有超過3萬名網約車司機透過平台賺取收入。強調香港係公司非常重視嘅市場，將持續在港投資同發展。從 Uber 近期市場調查結果顯示，超過80%受訪者傾向採用彈性、因應需求調整嘅配額制度分配網約車數量，而非硬性設定司機數目上限。另有74%受訪者希望定期檢討配額，以應付不斷增長嘅需求。Dara 補充 ，Uber 司機大多數係兼職，平均每週工作不足20個鐘，彈性配額對滿足香港點對點出行需求好重要。Uber 正就此同政府保持聯絡。佢期望最終嘅規管上限能夠反映網約車嘅動態現實，保持制度彈性，以確保公司服務質素保持應有水平。Dara 總結喺香港觀察嘅經驗，指出 Uber 由2014年開始在港營運，至今已經超過10年。如果能夠持續提供安全同可靠嘅服務，將能夠達至社會、司機同乘客3贏。佢亦都認為 Uber 能夠同的士共存，形容 Uber 同的士嘅關係有建設性。至於港府已向網約車平台徵費，以補貼本地的士行業。Dara 提到公司曾經同多國政府合作，其中包括澳洲就有類似補貼機制。喺香港超過70%的士司機都使用 Uber， 故此唔反對類似制度。關鍵在於點樣設計細節。講到無人駕駛的士 （Robot Taxi），Dara 聲稱呢一項技術令人振奮。佢認為無人駕駛最令人期待嘅承諾係安全。佢指出，無人駕駛的士最終會比任何人類駕駛都安全，因為機器唔會分心、唔會疲勞，並且可以接近1星期7日24小時全天候運作。Dara 認為無人駕駛技術仍然處於早期階段，預言未來15至20年 ，Robotaxi 將會喺香港街頭變得普及，成為日常生活嘅一部分。Uber 希望喺呢個 Robotaxi 生態系統中扮演領導者嘅角色，無論喺香港定係喺世界各地，並透露目標於明年底喺超過10個市場推出無人駕駛的士服務。香港同日本均喺潛在名單之列。目前公司正係同監管機構討論無人駕駛的士嘅相關規定，唔知你對以上嘅內容又有啲咩睇法？歡迎留言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最新嘅的士牌資訊，歡迎下載我哋嘅 App HKTEX 一站式的士買賣租賃平台，密切留意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。我哋下集見。